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看到一节的经节，伫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到45节。即节的经节讲到一个叫泰戈的，即个泰戈的，若是中文的翻译，圣经大部分拢翻译做麻风病，伊拢甲翻译做麻风病。但是事实上，伫圣经内底讲到即个泰戈，伊较济应该是咧指恢复病，不一定是麻风病。麻风病它是麻风杆菌所感染的。但是伫圣经内底真侪时，虽然咱的翻译拢写讲叫做麻风病，但是事实上是真侪恢复病，包括癣结、白斑真侪恢复病。但是圣经内底所讲的，伊用麻风病是因为过去的人伫恢复病内底无法度亲像现代医疗医学，伫迄个中间会当做真侪的分判，甚至认为讲，若着即个泰戈病。伊会传染，所以会将人伫迄个中间隔开。但是事实上，假使你若是去互麻风杆菌感染，你最后有可能会亲像相片内底看的这看到足恐怖吼，它整个器官、皮肤、手指头都会烂掉。然后伫西方历史上嘛有英国的国王，伊嘛是得迄个皮肤病。麻风病是皮肤病，伊迄就是非常严重，所以伊拢无法度见人，然后用迄个布包起来。麻风病用布包起来，是因为拄去一个惊，互人看到足恐怖，看到迄足恐怖，伊迄一定烂到尾拢无知觉，所以伊的皮肤烂了会看到骨头，所以真恐怖。若是烂到一个程度，肉烂了、筋烂了，手就落落来。指头就落落来，伫迄个烂的过程中间，有时会有味会臭，然后伫迄个中间真正亲像死老鼠。所以真侪时，你若是去互发现讲你得迄个泰戈病、皮肤病，无一定是到麻风病的程度，但是伫圣经的时代，你只要互人发现讲你的皮肤出问题，甚至是咱今仔日所知影的包括迄个乌骹病，迄是较严重的吼。搁有迄个皮肤，迄个异位性皮肤炎，也是讲迄个生痱麻疹，荨麻疹，若是用咱现在医疗来讲，迄拢毋是致命的病，不是致命的病。但是伫圣经的时代，人若看到讲你有即种的情形，伊就甲你隔开，你就袂使甲人做伙。然后伫中国有一个村叫做云南贡山，即个所在其实是一个云南贡山坎统村，即个是伫中国的伫现代这个是现代，这个村可能还在因为我无去我甲中国无遐熟10年前即个村还阁伫的。然后，即个村就是将所有着泰戈的拢总甲集中伫迄个所在。泰戈病的甲泰戈病的结婚，泰戈病的甲泰戈病的生囡仔。囡仔敢有泰戈病？无，囡仔无。泰戈病甲泰戈病结婚生出来的囡仔，无一定有泰戈病。但是伫即个村内底，你就是足容易看到即种的情形。即个村过去有几千人的，有3000人真我毋知影，我已经毋知影。然后你若是 Google 顶悬，你会当找到一寡的资料，这是因村内底翕相的资料。然后伫遮有诶是手断去，有诶有手，有诶无骹。原因就是因为伊若烂去，迄个皮肤、筋骨死去，伊就是断去。若是圣经，还是西方，伊就常常拢用布甲包起来。伊莫遐恐怖，伫即个村内底，因为大家拢安尼，所以也免收包反正大家拢知影。咱圣经内底所讲到的即个泰戈病，其实伊毋是用医学来判断。我搁讲一摆伫咱圣经内底讲到的遮个泰戈病，
毋是用医学的角度来讲，伊破病，伊来得泰戈病，是对宗教的角度。啊，即个宗教的角度较重要的，就是伫过去医学无遐发达的2000多年前，甚至是3、4千年前，到伫摩西时代，无有遐侪医生会当用现代科学来判断你这是生做啥物病。但是伫宗教的下代会发现讲，你若是一个身体有问题，然后有可能会传染的，伫宗教的内底就将你隔开，叫做隔离。啊，隔开了后，就是包含伫查某人内底嘛共款。如果伊是月经来，伊嘛爱，伊诚做无清气的，伊就爱隔开。伊若是皮肤有病，去互判断讲你这泰戈病，所以伊嘛去互隔开。若是伫其他的部分是胎人的叫做无道德的，所以会安怎？伊会迄叫做无清气的。犹太人就袂介意坐落来食饭，白坐落来食饭。我真正讲的拢是用宗教的角度在看这个事。然后，若是犹太人的宗教，对一个犹太人来讲，伊袂去甲外邦人坐做伙食饭，因为外邦人是算无清气的，所以犹太人无要甲外邦人做伙食饭，免得伊诚做无清气。伊若是诚做无清气，就袂当守安息日，所以伊就爱家己洁净3日，甚至较严重的洁净1礼拜，伊才会当重新转来到伫犹太人的社会团体内底，甲人讲话，甲人食饭。圣经内底有一个记载，就是耶稣要讨水来啉，结果耶稣去到有井古井迄个井的边找着一个妇人人，甲伊讨水啉。迄个妇人人真奇怪，真戆影，伊讲是安怎一个犹太的rab比会来甲我一个外邦的女性女人妇人人伫迄个所在讨水啉？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伊若是一个犹太人的rabbi，伊绝对知影伊袂使甲外邦人的妇人人单独伫迄个中间讲话，因为伊若去甲伊讲话，耶稣伊家己本身就诚做无清气的，所以伊就袂当去甲人做伙讲话，甲人做伙守安息日，甚至是去到圣殿内底甲人做伙。所以基本上，咱今仔日所看到遮个隔离分开，毋是因为医学顶悬的，是因为宗教顶悬的。这个宗教顶悬的就分做道德顶悬有下属，道德上面的罪，以及实际上的罪，就是你真的有杀人，实际上的罪。这两款的情形，拢伫宗教顶悬，才互伊成做一个无清气的。然后身体破病嘛，互伊成做一个无清气的，所以伊就袂当甲人做伙。泰戈病伫即个中间，其实伊真正可怕的，毋是因为伊的皮肤破病然后伊会传染，其实就算讲是麻风病，真正的麻风病，传染力嘛是真有限。但是着泰戈病，互人伫迄个中间非常惊吓，是因为你若去互看到你的皮肤有问题，互人认定你是泰戈病的话，你着爱离开人群。所以着泰戈病第一个上界大的挑战，就是身躯顶悬的病痛。即种病痛，无论是异位性皮肤炎也好，甚至是蜂窝性组织炎，规个发红起来也好。是有个人是红斑性狼疮，伫迄个皮肤顶悬有异样也好，甚至是真正的泰戈病，也是得癣、麻疹、湿疹，也是任何一种皮肤顶悬看会到的病，其实互人家己已经本身伫着病的人已经无爽快。但是除去即种的无爽快以外，伊阁爱承受伫心理顶悬的创伤，因为人家伊当作是一个无正常的人，伫即种无正常的人的下底，就爱有社会隔离。所以，若是对待你好的，就是另外有一间厝叫你去遐，然后你伫迄个中间等到你好，你才会当倒来。
啊，若是对你较好诶，就是你拄住伫迄个所在，啊，逐工3顿加减有物件互你食，咸菜你还阁有听你诶亲人，听你家族内底诶人，所以还阁会去照顾你。但是你若无，你全亲像乞食，但是你即个乞食，阁毋是会当去共讨食诶乞食哦，因为你袂使入去乡下，你袂使入去村内底，你袂使去到伫新乐国，袂当去到会堂，你袂使去到任何有其他正常诶人伫迄个中间生存生活诶所在，所以伊诶限制就真济。你若着即个泰戈病，你着等于你甲即个社会已经无有正常诶关系啦。然后着泰戈病上界大心内压力，就是亲像即款诶情形。当你开始手在烂、手在断，当你开始家己无法度来维持你家己诶生存，当你开始伫迄个中间无法度来做工趁息、来趁食诶时，有真济互人绝望诶，就伫迄个中间，甚至你当时要死，你毋知影，什么人要甲你抬，你嘛毋知影。伫即款背景诶内底，马可福音第1章40节有一句真重要诶，伊讲着，有一个太高诶就问伊求伊跪伊，甲伊讲：你若肯，就会互我清去。所以有一个着太高病来到伫耶稣诶面前讲，甲耶稣跪，讲你若肯，你要互我清去。我想有时啊，伫咱生活顶悬，还是有很多外貌协会。啥会叫做外貌协会？就是你嘅外形哦，若是水，你嘅外形若古水，有时啊哦，甲人做伙拢较吃香。啊，你若等着即个表情，甲你讲哦，爸爸，我今天哦，可不可以买玩具？我可不可以买 LEGO？ 你敢忍心拒绝？伊若甲你讨啥的即种的表情，伊若甲你讨啥的，你敢忍心拒绝？你若知影要安怎拒绝，你较来甲我教。我拢用食死死。你用一个人，伊若用一个真诚恳的心态、真谦卑的心态，然后伫迄个中间来求讨，咱有时啊真正毋甘，无爱。我想伫耶稣拄着即个太哥的，嘛是共款。当即个着太哥病，虽然伊身体拄着太哥，伊破病，伊去用隔开，伊伫迄个中间拄着耶稣，伊甲耶稣讲，来求伊，来甲伊跪，来拜托伊讲，耶稣啊，你若肯，你互我清去。我想有可能即个着太哥病已经看见、听见耶稣有真济真好的名声，伫外口已经甲人医治，伫外口甲人帮赞，互迄个人伫生命、伫社会、伫人群内底已经绝望的，因为耶稣重新看见伊的愿望。所以即个着太哥病，伊也来甲耶稣讲：你若肯，就互我清去。结果41节的经节，耶稣伫即个所在来记载讲，耶稣可怜伸手摸伊。即个耶稣不只是用嘴讲我愿意互你清去，伊不只用嘴讲。圣经的记载是耶稣可怜伊，伊定心伸伊的手伫即个人的中间，甲伊讲：我肯，你通清去。假使耶稣真正有即种对天顶来上帝医治的大权能，伊若要互即个人来好，伊就好。耶稣敢有需要伸手去摸即个人？我想可能会当毋免。但是耶稣伫即个中间来伸手的时，我想伊伸手去，毋是只有要伫即个中间来医治伊皮肤顶悬的病。我想耶稣伸手是要重新互伊知影，我的囝，你是我疼的，我疼你，你来，我甲你揽揽，你来，
论你有甚物款的艰苦，无论你有甚物款的难难，你来，我抱你。耶稣伫即个中间，伊互即个着胎哥病，伫遐有一个心内无共款的感受。伊本来是爱耶稣伫伊身躯顶悬的病，但是我想耶稣伸手的时，不止要治伊的病，也要伫伊的心内重新互伊得到帮赞共款。耶稣不只是医治，耶稣是用温柔来款待，用疼、用行动来接纳一个受伤的心。亲爱的兄弟，伫咱社会现代的社会，要有一碗饭通食无遐尼困难，但是要会当接纳一个受伤的人的心，无遐尼简单。今仔日咱若是为着一个人伊的欠缺，为着有真侪解药的需要，咱捐钱，咱奉献，咱伫迄个中间会当准备一寡食物，然后会当互遮真侪的解药伫冬天的中间重新得到温饱。我想真侪人做会到，总是当咱爱咱家己所伸手接纳的是迄个受伤的心的时，迄款的情形完全无共款。第41节，耶稣认命，就伸手望伊讲：“我请，你请去吧。”然后接续伫迄个中间，42节伊伫遮记载，太哥即时入去，伊就请去。43节，耶稣严严警戒伊，随时教伊去，也甲伊讲着谨慎。所以42节、43节，耶稣伫迄个中间，伊已经甲伊医治好啊，然后甲伊讲：“你已经请去啊，你会当走。若走了咧，毋是讲你已经请去，耶稣甲你医治请去，你就请去，你着爱根据当初是犹太人因的律法，伊着爱安怎做？伊爱去互祭司看，证明讲你皮肤顶悬的问题拢已经好，所以你才会当重新认证，认啥物证？重新认证，让你有回到人群当中的证书。伊着要互你一个证明，讲你的病好啊，所以你才会当转来到人的中间。我想犹太人因是安怎会对摩西时代就有即种的改变？这毋是对医学来，这是对宗教来。我想迄阵宗教包括政治，包括经济，包括社会的结构，甚至包括规定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拢是伫宗教内底第一个来规定，第一个来建立人群中间人甲人正常的关系。但是宗教是安怎会伫即个中间嘛去规定，你袂使甲人做伙？因为宗教伫迄个中间也扮演一个保护大部分的人因的性命安全甲健康的任务。我想咱袂当伫即个中间用现在的角度去指责讲，迄当时较会定即种的法，迄当时较会安尼讲，你着太哥病着袂当来到教会，你着太哥病着袂当甲人做伙。你着太哥病，着要人来参加爱餐，甚至你煮的物件，着袂使有人去甲你食。我想这是一个真残忍的代志，因为着太哥病，真正伫迄个中间，互人损伤的，是你无法度进入即个社会，进入即个团体，进入即个人群，然后你爱去互送去到别个所在，自生自灭。但是耶稣伫即个中间，重新甲伊讲，你已经洁净，伊就叫伊去找祭司，将你的身体互伊看。然后44节有伫遮上界重要一个真奇怪耶稣的吩咐，伊讲，着谨慎，无得甲人讲啥物，独独着去将本身互祭司验，也为着你得到清气，献摩西所吩咐的来做证据伫人。伊的意思就是讲，你爱细致哦，你莫去甲讲啥。你今仔日病得到医好，你莫去甲四界人去甲讲哦。
你敢若甲你的身躯互祭司看，然后祭司若讲会使，你会当做啥？你去献祭。你献祭了后，你就会当重新转来到你真群的内底。伫即个中间有真重要的物件，就是你的身躯爱互祭司看。第二个真重要的物件，就是你爱献祭，然后对证人做证据。因为伊献祭，表示伊已经伫迄个中间得到好，得到完全，得到讨棒。伊无阁是一个去互赶出去外口的人，伊是成做即个团体内底其中的一个。我想即个人一定足欢喜，当伊的病得到医治，伊欢喜不只是伊身躯的艰苦通得到减轻。我想伊上界重要的是，因为伊会当阁转来到伊亲人的身边。伊有可能是一个爸爸，伊有太太，伊有囝儿，甚至有孙仔。伊可能是一个妈妈，伊顾念伊家己的囝儿有食有饱无，生活过了有好。伊可能是一个查某囝，伊可能是一个查甫囝，伊可能伫因兜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伊的损伤，因为伊得到胎哥，所以伊无法度去照顾伊的亲人，伊无法度人群内底来得到供应。伊无法度伫迄个中间重新来疼人，或是来互疼。即个太哥病有可能毁坏伊规世人人生的计划，互伊无法度有一个正常甲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伊无法度去做生意，伊无法度去趁食，伊无法度甲伊所疼的人相合做伙，伊甚至无法度去计划伊人生的未来，伊毋知伊明仔载要怎样。但是主耶稣伫即个中间重新怜悯，伸手接纳伊，甲伊医治了后，伊伫迄个中间重新得到建立甲别人正常关系的机会。亲爱的兄弟，伊更加重要的是，伊嘛重新互伊家己有一个新的机会，有活落去的机会。伊重新互伊家己有一个机会，会当去疼人的机会。会当互人疼的机会，伊重新互伊家己有一个机会，会当转来到伫人群的中间来看伊所爱看，行伊所爱行。我想伫即个人的心情，咱真困难去想象。有时咱有可能因为一个感冒，咱就口罩戴起来，行去甲咱传染着别人。伫家己衰弱的中间，嘛惊搁去互人传染。有时咱敢若一个感冒，就已经互咱伫迄个中间鼻喘，何况是伫迄当时一个胎哥病，互人伫迄个中间无法度找到家己应该爱行的路。耶稣不只是医好伊身躯的病，伊更加医好伊生命中间的孤单，伊甚至伫伊人生互人否定的中间，因为主耶稣基督互伊搁一摆的机会。伊重新感受到疼，甲互人疼。我想人是伫一个社会群体的动物，一个人生活，甲真侪人做伙生活，迄种的感受非常无共款。有时伫咱的生活顶悬，咱检查伫正清用，伫咱的财富，伫咱所带的，伫咱所用的。咱拢无欠，但是有时咱真正欠的是人甲人中间因为相疼所得到迄种的满足。咱所欠的是互人疼，伫迄个中间所得到的迄种快乐。咱需要即种物件。即个人，即个胎哥病得到医好的人。伊因为耶稣的关系，重新感受到伊会当搁去疼人，伊嘛会当搁一摆互人疼的心。45节，遮所讲的经节是：伊出去就大大宣传，四界报扬即件事，直到耶稣无通搁显然入城。所以伫即个中间，因为伊太欢喜的，伊的心，伊的肉体。重新搁一摆受到人的接纳，即款的欢喜，互伊袂当无讲啊！即款的欢喜，互伊袂当无分享啊！
即款的欢喜，互伊定心想爱，互人知影，伊即个人无死，伊阁定心活过来。所以啊，伊出去见着人就讲啊，你看，我得着好啊！你看，我爬起来啊！你看，足侪人咧等我的失败，但是今仔日因为主耶稣阁互我一摆的机会，我重新徛起来，我重新行路，我重新进入人群，我重新建立我的关系，建立我的事业，我重新去听人，我重新互人听。所以有真侪人有甲伊共款经验的，伫迄个中间发现讲，哇，迄个钓太哥的，竟然去互耶稣医好。迄个耶稣竟然互一个原来要互人放杀的人，重新去找到伊性命的价值。我嘛想要得到医治啊！我嘛想要像迄个人共款，重新要伫我的性命中间来讲感谢啊！我想要伫迄个中间来重新看见我的愿望啊！我想要伫迄个中间重新来看见我有欢喜啊！所以当伊甲众人讲了，真侪人转因为安尼去找耶稣，最后的结果是啥物？是太侪人去找耶稣，直到耶稣无法度伫日时入城。若是咱的圣经，咱的台语的圣经，伊讲耶稣无通过显然入城，意思就是无法度伫日时，逐个人拢看会到的是光明正大的进来，因为太侪人要去找耶稣。亲爱的兄弟，当咱经过生命的苦难，咱重新去找到一个愿望的时，有时迄种的欢喜，直到咱无法度无甲别人来分享。但是当咱伫迄个生命艰苦的中间，咱是毋是有会记一？主啊，你若肯洁净我。即句话意思是，讲话的人的本身，伊本身已经对耶稣有真大的信心。伊知影耶稣会当医治，伊知影耶稣会当头白伊，伊知影耶稣会当伫迄个中间重新，互伊有一摆新的机会。伊确实耶稣会当改变伊现在的状况。不只是医治伊的身体，也会当医治伊受伤的心。亲爱的兄弟，你破病吗？亲爱的兄弟，你的心受伤吗？亲爱的兄弟，你惊遐吗？伫咱行到2019年10月份的时，咱重新回头来看。伫即10个月，咱过去所行过路程，咱用啥物话来回应上帝？咱用啥物款的话来感谢伊？是安怎要感谢？因为主啊，你既然留我生命，你就无放杀我。你既然留我生命到现在，我就确信，你绝对要使用我来成做荣耀你的器皿。今仔日咱的重点毋是咱家己到底有得到偌济，今仔日咱的重点是，只有你还阁有一口气，学乐甲感谢。只要你阁有一口气，少念咱的主为着咱来死。只要你还阁有一口气，来想看你即口气要来做啥？感恩，当一个人生命重新去互建立起来时，心中的快乐无分享也难。你的生命有重新去互建立吗？你的生命有重新来得到快乐吗？你的生命有重新伫主的怜悯的下底来得到赦免、得到饶赦，然后互咱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程吗？伫咱今仔日儿童信息内底所讲的迄个无数的故事，我想迄是一个真特别人生的经验。
是安那一个人，伊会当拥稳伫一个伊要结婚，甲伊放杀的查某人，伫30年后拄着困难的时，犹原欢喜伸手帮助伊。我想，因为伊的卢梭的性命重新得到建立，因为卢梭的性命无含伫怨叹的内底，因为卢梭的性命无愿意将迄死鸟鼠犹原扎伫伊的身边，反倒伊无用艰苦，无用怨叹来影响伊的生命，反倒伫迄个中间来得到真大的鼓励，头前来跑走。亲爱的兄弟，请问当咱今仔日伫即个中间庆祝甲文节，咱真侪人有炸一项菜来要甲人分享的时，你要用啥物话献上伫上帝面前？你要用啥物话诚做礼物，诚做欢喜？亲像咱今仔日伫圣经内底所读迄个人，伊欢喜到讲袂了，伊无去甲人讲袂使，因为主耶稣伫伊生命中间重新起造伊的生命，互伊心内的快乐无分享呀。愿咱今仔日，咱咧过即个感恩节的时，咱重新来回想上帝怎样透过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伫咱的日子中间，重新来起造咱。咱嘛重新来想，咱要用啥物话献伫上帝面前，诚做伊的路用。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今仔日，互阮重新来孝念你伫阮生命中间所予阮的。无论伫加拿大的感恩节，还是美国的感恩节，日子无同，总是阮拢伫即个中间来献上感谢，因为这是一个修圣的日子。当阮今仔日也甲阮的兄弟，搁一摆献上阮伫生命中间的修圣，你互阮的生命搁较成熟，你互阮的生命搁较水，你互阮的生命因为过去有露水、有目屎、有冻伤、有艰苦，所以互阮今仔日所通表现伫你面前的生命是偌尔的成熟。主啊，阮要将即种的欢喜，搁一摆向你来讲，求你使用阮诚做学了你的器皿，互阮甲阮四周围的人三甲来分享。愿你施恩伫阮的会中，愿你甲阮三甲同在，愿你伫阮所听的人的身上来显明你的大慈爱。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